再来是台北市的虎林街甲永春市场的4颗链长出现着蓝蓝闪闪、闪闪的感染。台北市政府成立虎林专案，昨伫个永吉国小来设体检站，这2天已经体检4300多人，到目前为止只有2个人是阳性。当地里长是真乐观，讲安尼甲看起来，并无摊开的趋势。这摊商冲啊安心啊做生意，民众嘛冲啊安心啊来买菜。也毋过早起，这个永建国小体检站的外口也是有一寡乱象，譬如讲有老厝边，因为无伫咧当地来设置，就互炸伫个门卡口的外口，引来着里长的批评，讲这个市府的政策是变来变去。永吉国小外口一透早较无8点，就有民众伫体检站排队等要来做 PCR 的检测。快7点要上班啊，想说早一点来，免得要排队排到迟到就不好。因为他晚上到6点而已啊，我们回来也赶不及。7点10分左右吧，因为等一下要上班。不要因为你来采检而因为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就感染。台北市针对虎林街和永春市场附近8里启动虎林专案，今仔日是第2天，有的无做册无号码牌民众无照时间来，互挡伫外口。我们是那个市议里的，他说要9点半。现在是永春里的时间。等一下哈，请按照里别的时间，看你的里是几点，你就几点来参加，就不用拿号码牌。有拿号码牌的就来了，就进去了。嘛有人已经住伫遮几啊年，所以因为户口无伫遮，共款袂使入去。住在这边住快30年了，但是我的户籍就是在那个对不起，在那个大安区。怎么会这样子一直政策变来变去呢？我都告诉大家说，你只要住在这里，包括连租房子的都可以啊，因为它活动范围在这边嘛，那为什么不可以？北市府讲，虎林专案按算体检5900人，已经有4395个人体检，体检率为74.5%。到今仔日透早7点为止，有4138人做 PCR， 有2个人是阳性，阳性率4.8%。那很好嘛，虽然是在热区，可是没有在扩散的迹象，那我们生活也会很安全，然后摊商也可以安心的做生意，我们要买菜的也可以很放心。台北市府希望会使透过大规模体检的方式，找出温馨的传播链来防止疫情继续扩大。